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留聲機。今日我哋嚟睇下前深水埗配水庫，睇下開放咗之後嘅環境係點。其實呢度基本上嘅古蹟設計都保留咗，例如排列整齊嘅翻江石柱，同埋紅磚砌成嘅半圓拱券，同埋混凝土拱形天花。當呢度嘅石柱整齊排列，就會形成一幅美麗嘅圖畫啦。負責管理嘅水務署亦都特登做咗啲版，介紹咗呢度嘅歷史俾遊客認識，有靚景，有歷史價值，知名度又高，咁梗係多人參觀啦。呢日下午嘅開放時間就有幾十人嚟參觀啦，有唔少人都嚟打返張卡，聽聲就知道有幾咁熱鬧啦。為咗遊客嘅安全，水務署亦都特登安裝咗好多嘅支架。水務署之前當咗呢度係大水缸，諗住拆咗佢。不過之後保育咗呢度之後，仲開放埋，每個開放日都有好多人嚟參觀。其實當年水務署構思點樣保育呢度嘅時候，坊間有好多嘅聲音，有啲甚至建議俾人租喺度開音樂會，有啲人亦都建議將本身開咗嘅洞再拆大啲，等啲人可以企喺出邊都望到入邊嘅情況。不過經過一輪嘅討論之後，政府決定唔會有太多嘅改動，盡量保留現有嘅面貌，只係周邊加上少少簡單嘅配套。同時，即使對外開放，亦都係限時限人數。有意見就認為，水務署之前忽視咗呢個配水庫嘅重要性，差啲拆晒成個配水庫。不過之後嘅處理方法就值得肯定，減少不必要嘅工程嘅前提之下，適當咁樣開放俾市民參觀，導賞完又公開，市民日放假亦都多一個好去處玩。更深層嘅意義就係增加咗配水庫同市民之間嘅連結，令到市民了解咗配水庫嘅前世今生，同時亦都了解咗香港過去嘅100年發展史。有意見甚至話，香港嘅其他古蹟研究點樣保育，同時其實亦都可以考慮前深水埗配水庫嘅個案。好啦，今日我哋嚟到呢度，同埋我哋最近去過荃灣商場全會，睇到呢個商場6點幾已經冇人行，有好多度可以玩捉迷藏。想知點解呢個商場經營點解咁差？就撳入右手邊嘅連結睇影片啦。最後，如果你覺得我哋嘅節目好睇，就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之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睇到我哋嘅短片啦。